大家好，咁大家想知道，今日我出咗個 Mavic 4 Pro 啦，係第一部泰國我買嘅。咁咧，如果係好多人想知道 Mavic 4 Pro 喺泰國係幾多錢？而家呢一套咧，我買咗一個 Mavic 4 Pro 嘅機啦，加埋一個 RC2 嘅 Pro 嘅 Remote Control 啦，3嚿電池啦，連埋一個火牛啦，240W 嘅咧，同埋有6條電線咧，係圍到120490匹，但係你可以退稅退5%。咁第二 set 咧，你就可以有一個Remote Control， 但係 RC2 嘅啫，就唔係 RC2 Pro。咁咧嗰個咧就圍到90500匹。第三個咧就係73990匹。嗰個咧淨係得一嚿電池 RC2 同埋一部機嘅啫，所以大家比較下香港價錢、新加坡價錢，又先至決定喺唔喺泰國買。但係泰國照呢個價錢仲可以退翻5% 嘅 VAT 增值稅。多謝晒。